8日伫南区湾里甲喜树的疫苗接种，因为想要住的民众伤济，有排队状况，引发民怨。市府9日伫安平区租借高中加设大型的疫苗接种站，伫现场会当看到排队的情形好了真济，现场的民众拢学了，规划了真好。我刚有传给朋友，跟他们说哦，很大型啊，但是那个秩序很好，很棒。对啊，而且流程很顺畅。感觉呢很顺利啦，很顺利，安尼当住着安尼欢喜啊。虽然今日的疫苗接种的场地是伫咧安平。唔过，只要是设置伫咧台南，唔管你住倒一区，只要符合资格，敲网预约了后，就会当接种。今天是我们在安平区我们的慈济高中临时加场的一个大型的接种站，那它不限于我们。现涉及于台南市通通都可以，不一定是要我们安平或者是南区哈。之前有民众一直问说，是不是只有我们南区跟安平？没有，是只要全部涉及在我们台南市的市民，通通都可以线上来预约，然后来施打。那我们今天的量能大概是2500个人哈，2500个人会来我们这边施打。那也很感谢我们的民众哈，他们大家都很乖，都会依序来排队。然后今天还蛮顺的哈，到早上哈就看到我们后面的情形，每一个市民大家都很高兴，也谢谢市长有加开这样子的一个大型接种站，让他们都可以很快就可以打到。9日伫租借高中的大型疫苗接种站，预计会当为2500位民众完成接种。市府也呼吁民众会当多加利用台南打疫苗来软体预约，会当减少民众伫现场白白等待时间，让整个注预防线流程更加顺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